电子摇个数，是否好看？耶！也出去去参加98年度正安县都的。评选的人讲，为选也出去，是因为总图学校的题材，更有经验的导演老编剧。当然想讲，怎么用像我选也出去吼，当然体育年那个，行到个一只主题吼，迄较无中央的吼，也一般的天使团无可能会做那种题目吼。比如说，知道讲，迄个客家天使做得来，是可能一只题目吼，问大家的相关啊，一只太沙飞有乜个问题，咁嘛会有按照个问题嘅声音吼，咁嘛行到会用个总图学校，就讲佢一条土薯拖一般冇做唔得拖嘅后面吼，做得塑胶用嘅方式吼，来介绍几下条发生嘅问题。来，快近一点啊！近一点，来近一点啊！来哦。就讲也出戏嘅导演啊编剧吼，也关于讲做也种问题做嘅动作嘅编剧导演吼，比如说上家就做一种嘅题目吼，不同词眼吼。最主要较无叫讲故事嘅做法吼，就讲为第一只学校地度嘅教育嘅问题而切吼，无叫讲嘅情商，无叫讲嘅教育方式，产生嘅无叫讲嘅些年嘅吼，对其他对影响嘅无叫讲吼，就说希望他看出也出去嘅剧本，看下戏嘅时间吼，做到看出就讲也想要表达讲，大家做到来想看下用乜嘅方式来带领一些年嘅。也就做得更加好。迄个沙飞的问题，我用家的话，家庭先轻松要嘅吼，家庭要用来做，学校要用来做吼。像也出去凊彩嘅剧本都表达起来，你他妈的想怎样啦？就是把继父打我的那一场，我觉得那场其实当场演的时候其实蛮可怕，我自己有被吓哭，因为那个就那个演继父那个夏静婷，他其实他是一个超厉害的演员，然后他很进入那个情境，然后甚至那时候被他的表情吓死，然后对啊，然后那时候其实那时候打其实是有一点就是真的，可是他没有那么用力，可是眼睛张不开，很肿。很重，演员几乎都受伤了，基本上淤青最多啊。对啊，几乎每个人都受过伤啊。眼睛闭起来比较不会不舒服，两个眼睛都闭起来。对啊，就小平那一段啊，而且导演还要求要做那种被家暴的很惨那种猪头妆啊。这也是我有史以来做过最多伤的一部戏吧。其实我蛮小啦。如果我爸没有去什么狗屁重点戏，他不会死；如果我没有逼他，他不会死。其实是人无关天啦，寂寞，他自己不爱惜自己的生命。要喝酒，要吸毒，救不了他。干！不要讲我爸坏话！你跟我回去啊！跟中间哥演就比较有感觉，就是他会放蛮多进去，然后你可能会去接。你要不要他？回去啊！回去啊！好啊！
爸对我来讲是，他就算打我也会尊重。可是那一天这么多人，然后他也这样乱。我刚开始没有很凶，可是他就是一直闹，然后又喝酒醉。然后应该是说众人在看，然后我会觉得李金毛这角色自尊心那么强，应该不会这样就算，应该会很激动。另一方面就是难过，因为老爸刚出狱，现在又这个样子，这样就是想说阿婆阿公怎么办？那时候阿婆阿公还在，就会想到他们怎么办，有难过也有一点不爽，大家都在看，就会觉得丢脸。好了，拜托。谢谢。自然就好。慢慢退掉，自然就好。他身长很嫩，很嫩，以后很孝顺。他心是开的。以后孝顺一个孩子。看到谁就慢慢退掉，自然就好了。有的人时间较长，有的人时间较短。很嫩哎。对到。有只要孝顺，一个孝顺孩子，他。这两把什么车啊？刚刚你约会选为止啊！你不要管我！要管我啊！有一段是金毛他爸爸死以后他变坏，然后其他的那些工作生，去把他带回来。那其中有一个小平的角色，去一直把他拉回来。然后到后面有一个逆转是，小平因为他妈妈受到家暴，他要去杀他的那个爸爸。那换金毛回过头来拉他回来。所以说，他们总是在，比如说站在一个分叉点，可能下一步就要做，就是真的可能犯下很大的错误救不来，他们会另外彼此去带对方回来。那个小孩之间彼此去一起去成长，那个东西也蛮令人感动的。谢谢就好。谢谢。他在这边很久了，我只来过2次。他现在在这边是剧组狗，而且又是狗演员，非常受欢迎。好啦，他还蛮聪明的，加上他又跟大家处得很好，所以就是所有人的指令他都会听。哦，不见了。平常在家里啊，他就跟我的女儿一样，就是现在就是我们2个一起在台北相依为命。我觉得很好玩的是，他这个情感啊，让我演在戏里面小星星的妈妈有很大的帮忙，因为现在他就在剧组里面，我们就很少见面。星星的妈妈是从小爱玩，那个个性跟小星星很像，她就是一个从小翘家的少女，然后在外面未婚怀孕，所以就有小星星。可是之后呢，他其实是想要过一个新的生活，在面对崭新的生活跟小星星这个牵绊之间，他有很多的纠葛。可是他最后决定是选择新生活。发啊，人客来啊，搁伫遐搁看无纸。那他也觉得小星星在那样稳定的环境里，加上可能那个学员的老师照顾，就会有他另外自己的新的开始。
准起来。给唔起牙我卡。味道要做好戏剧，剧组的工作人员也特别注意现场景跟先前的准备工作。这样光很难打哈，这么大这个空间，这样光很难打。没有还好啊，还是要将就他们现场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个白天，它上面还有天窗，晚上就会比较有差。这景比较漂亮，比较好看。你觉得你在表演的时候，你会觉得比较特别？会有帮助，一定的。就是通常我会觉得演员能说的很少，画面能说的多。那如果镜头说到的东西，就让观众已经有感觉那个气氛，不仅让观众相信，也让演员相信，所以我会觉得有帮助。那这个场景是好的，对这一场来讲是我相信观众会喜欢，对演员本身也有帮助。对11月中翕到3月，劇組工作人員都伫竹東水屋嘅黑，本大家相互熟悉。小朋友嘛因為跟工作人員共下想法，變做唔會驚鏡頭，本人有想唔到嘅演出效果，幾多人都留下聽表唔黑嘅經驗。你這樣白目誒，被觀眾打。黑唔黑啊？許多味道而本學員消耗體力，用本身為武術打拳頭嘅正義嚟教學員打拳頭。此外，做節目嘅小演員本身嘛有練打拳頭，係講唔係愛翕也出戲，一下伊可能係國術，為代表參加2012年嘅奧運比賽。第一回合，開始。一开始呢，我们做的训练就是从最基本的这个战斗姿势开始，因为我们所有的攻击或防守都是从一个最基本的那个步伐开始做训练。那在训练简单的攻击，啊，怎么样出拳，怎么样踢腿，然后练防御，啊，然后反应，最后再做一些这个反应的训练，条件实战，然后最后他们就开始先轮流跟我对打，然后呢，再让他们自己去习惯了这个对抗性以后，我再能放心的叫他们互相的做这个对抗性的训练。就是打到会得分，然后可是他得的分一定比较多，因为他摔了3次，摔分数最多，而且最明显。因为有时候打到裁判不一定看得到。这样差多了，标，对，好。因为金毛在里面，他本身就学过，所以金毛的话，我是还不担心他。那其他的话，一开始有些人可能会一开始学一学，会觉得哎，我怎么学不好，就开始有点放弃或者什么，就哎呀，学这个没意思，那不要学。那我们也是从中间就是慢慢的，不管是导演啊，或是我们就，或是中天啊，中天其实在他们生活上也给他们很大的一个重心，我觉得，那不单单只是一个演员，他只是在这边给你把戏演完就好。我觉得这些阵子，我觉得他好像真正的进入到他们心中的，真的是成为那个老师。那这个
是我在旁边看，我觉得还不错，让我觉得通天不单单只是在这边训练到武术的部分，但是他事实上有把教练的那个细腻的东西，又把它吸收起来，我觉得还蛮好的。那其他的学生就慢慢的就大家就练在一起，就打成一团了嘛。那其实中间来讲都还算蛮顺利的，对，好险也没有人受伤。1、2、3，往上看，对不对？对，起来，好旋转。停，好了。刚刚那个是18，对不对？对呀，记得18。劇組嘅演員有啲位唔曉得講客，為到要做演出戲，唔單止要翕之前要先學講客，有限嘅時間嘛係按部條規熟曬過後，跟先生繼續學講客。唔是講藝，唔是講藝啦。莫過來，莫過來，唔動腦藝，唔是教好型啦。对，这个语气都是很激动的。那我这一次在这部戏里面呢，是饰演金毛的保护官。那这一次呢的经验对我来说比较特别，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演客家台的戏。然后呢，知道要讲客家话，就很紧张，也很兴奋，这样，这是对我比较刺激的地方，因为我本来不会讲客家话。那这一次跟那个金毛的奶奶呢，就跟老人就一定要讲客家话，那就很高兴的，终于可以学到客家话，这是我这一次最高兴的地方。阳光学园，阳光学园的一份子。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来吃豆，是吗？迄太金鋪，迄個動態的金鋪。嘿。來吃到迄一個。迄一個。動態的金鋪。劉尚哥。夠好誒，較好。娘。这样认不出来是谁吗？嘎。是。怎么样？学的觉得怎么样？地球话好学吗？这地球话下个脸中然后画。我觉得还好。好酷。劇組有一場周年慶學員為打鼓嘅慶祝嘅戲，劇組特別安排有經驗嘅先生來教小演員打鼓嘅。對完全唔會學到動掌板，小朋友還練到豎起飄。原来我是只接到的消息是说编45秒了，那後來導演希望可以讓他們做長一點，那我就做了2分鐘的一個鼓曲。但是我第一堂基礎訓練課教完之後，我就回去就把我2分鐘的鼓曲編的就都撕掉了，因為怎麼說，就首先是他們沒有音樂的基礎訓練，然後其實也沒有什麼人打過鼓，然後在這樣的狀況底下，要編一些基本的節奏進來，都會變成是很大的挑戰跟困難。所以我就回去頭痛了2天，我就在想說要用什麼樣的方法可以讓他們比較快記起來。所以後來我就想了3個很簡單的 pattern， 就是我打一句，他們打一句，我打一句，他們打一句，硬把這3個段落背起來之後，我在前面再加一個序，後面再加一個 ending， 然後它就變成一個有5段式不同情境的舞曲，這樣。
因为是中途学校的故事，故所规出去的场景是学校，为到一个场景，剧组灭了个桥，透过各种管道，增加到黄山叫斩头天主堂。经过剧组布置设计过后，变作为戏地度的阳光学院。我们的美术指导许明光先生，因为他就是垦山人，他就住这附近。然后突然他灵光一现，就是说九站头天主堂可以试一试看。整个环境除了它比较古旧一点的话，真的很适合我们这个中作生的学员班。唔简单，掠迄个天主教嘅教堂，掠神父呢，其实嘉文儿女剧组哈，也唔是钱，真嘅唔简单，所以呢，要好好拍，多多来老人朋友、老人练沙，哦，老人亲戚。一天会打天发，啊莫见面出来讲，啊有一出好戏呐，按做钳子窑嘅书，哈，客家天使台，而且唔看嘅话，嗌出老二，冇來往咧，冇看比片啊。机场的你来干嘛？你跑错场次了。哎，阿北，你也冲场，你来家冲场。你还有一场戏。你走错棚了。对啊。